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真侪人逐工惯势现春有图，关心好时好日，其中就看到适合求书，嘛有写是求孝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书诗五书第7条。嘛有音读做书，这个书就是子孙后代意思。咱讲是孝书嗣主，啊若生子孙，咱讲是出书，传宗接代。古早讲是汤书，啊若无子孙，古早讲是无书绝书。另外，这个书嘛有小接接着的意思，以后其后嘛有人讲是嗣后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书。头一个读做传书，这个意思就是传宗接代；第二个书读做汤孝书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嘛有人读做汤香烟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书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古早的观念注重传书，现代有的少年家啊无想要结婚，就算结婚嘛无一定想要生囝，无想要汤孝书。认为讲无囝无儿，才是活菩萨；坐囝坐儿，就坐八百。有影是时代观念已经无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书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书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